有指甲。关爷，来人，抓起来！干什么呢？走走走走走，来来来，过来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啊？哎，包裹里什么东西啊？啊？瞧瞧。来，走走走走走。来，走走。今天时辰到了啊，不许出城了。哎，老太婆，今天时辰到了，不许出城了。关爷，你行行好吧，我老太婆要出城摘草，要救命啊！哎，说不准就不准，管我去！是血！关爷，我求求你行行好吧，我这痨病，痨病！我要是再不吃药，只怕老命就保不住了。我求求你行行好吧。哎，走吧走吧，走吧走吧走。谢谢关爷。站住！我怎么老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啊？关爷，满脸褶子，还有什么吩咐？这手细皮嫩肉的，啊，关爷还有指甲。关爷，来人，抓起来！你们两个都看清楚了？保证不会看错，肯定是醉月楼的莺莺燕燕。哎呀，错不了，我都惦记他们俩多长时间了，人还没了。那冬晴呢？没看见。醉月楼没了，赛花花死了，冬晴一个人会上哪儿去呢？难道他已经出了无锡城？师傅，我知道他没出城，而且我还知道他哪儿都没去。你知道？他吃我的，喝我的，这我能不知道他人在哪儿吗？快说。在我家。黑风堂。什么？你说潘汝贞那个狗贼，把莺莺燕燕的尸体吊在大街上示众？对，刚才我去集市里，本来是打探消息，后来却看见莺莺和燕燕的尸体挂在集市上。青姐，姐姐，这个仇必须要报，你不能急着报这个仇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！你们让我怎么忍？莺莺燕燕是为了我才死的，我怎么能让他们就这么扑尸街头呢？冬青姑娘，你这样去太危险了，要不然就像上次我救你爹一样，我去把他们俩人给背回来。可是俩人我怕背不动吧？哎呀，马上飞，你不能去！姐姐，现在坏人知道了我们在城里，一定会想办法抓我们的。而且坏人知道我们的样子，我们不能冒这个险。对呀，我倒是背得动他们，可是上次我把杨大人哭错成了我相公，被那些官兵追杀过，他们也认得我，我去肯定也不行。姐姐，我们不能做白白的牺牲。对，小少爷说的对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小少爷安全的送到袁大将军手里。该想的办法我全都想过了，莺莺燕燕还因此赔上了性命，可我们还是出不去。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办法。也许我有办法可以帮上你们。英雄哥哥，鸟人，叶红影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好想多杀几个狗贼，
给花姨和莺莺燕燕报仇。冬青姑娘，这可是大侠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鸡蛋碰石头可不行啊！姐姐，你别这样，我和英雄哥哥是朋友，他救过我的。日月，你忘了吗？上次就是他把你交给魏忠贤的，你还差点被活生生剥了皮。可是后来，还是英雄哥哥救了我呀。姐姐，你不是说我病了，还是英雄哥哥给我摘的草药吗？冬青姑娘，这个鸟儿虽然我十分讨厌，但是我看他还不算太坏。上次在东林书院，我们被官兵包围，要不是他，我们一定跑不出来。你们都别说了，今天我和他之间必须做个了断。你说的没错，你我之间的确有许多无法化解的仇恨，必须做个了断。所以你要活着，好好活下去，把武功练好之后，才能找我报仇。废话少说，动手吧！就算你们一起联手，我不拔剑，你们也杀不了我。反倒是我想取你们的性命，易如反掌。你不要欺人太甚。我是就事论事，就算你们杀了我，一样也逃不出去。如今官兵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，要是你们继续留在城里，只有死路一条。若想活命，必须尽快离开无锡城。我死也不会跟你走的。英雄哥哥，你一定是来帮我们的吧？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带我们出城的，对吧？我并不是来帮你们的，而是想帮我自己。帮你自己？那你找我们干嘛呀？哎，我可事先说好啊，我们这连男带女都是忠良义士，你是宦官狗贼的手下，我们才懒得理你呢。所谓唇亡齿寒，帮我也等于帮你们自己。我的确有办法可以带你们出城，同时我也可以跟你们一起离开无锡城，洗刷我的不白之躯。我就是死，也不会跟你一起走的。难道你不想知道害死你父亲的人是谁吗？除非你不想杀了我，替那些死在我剑下的东林党人报仇。仇我一定会报的。你死了，什么仇都报不了了，你自己想清楚。冬青姑娘，我觉得这个鸟儿说的挺有道理的。他如果真想杀咱们，是给人吃的吗？本姑娘从小锦衣玉食，潘汝贞就拿这些东西应付我。这东西能吃吗？啊！哎呀，干嘛呢你这是？哎，魏姑娘，所谓无功不受禄嘛，啊！你要把答应本府的那件事情办妥了，你就是想吃天上的凤凰，海底的蛟龙，本府也一定会端到你面前的。不过魏姑娘，我想你住在我这儿。不光是为了混两口吃的吧？啊！笑话！我魏芳宗岂是那种低三下四的无赖之辈？当然，魏姑娘是千金大小姐，怎么能是无赖呢？只是你口口声声说要帮助本府捉拿叶红影和杨冬晴那两个反贼，为何迟迟不见你行动呢？潘大人，亏你也是纵横官场多年，见过大风大浪的人。难道连事缓则圆的道理你都不懂？并非本府不懂，实在是我不明白。你一直说要助我一臂之力，为什么不据实相告，将他们的藏身之地告诉本府？你要是不忍心下手，本府我可以亲手代劳啊。并非我对你有所隐瞒，只是目前我确实不知道叶红影、杨冬晴那帮人究竟藏身何处。你说什么？你不知道他们藏在哪儿？那你口出狂言，啊，信誓旦旦！我告诉你啊，本府最恨的就是欺骗我的人。你信不信？我拿严刑治你！潘大人，
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现在人在哪里，不过潘大人大可放心，只要你信得过我，就算叶红影、杨冬晴他们再神通广大，也绝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。干什么呢？帮我把这些东西都带上。小少爷，咱们还是多带点衣服吧，这些就别带了。为什么呀？这都是我的宝贝。这算什么宝贝啊？我到哪再给你做？咱们是逃命，东西越少跑得越快，啊！不行，我说带就得带。任苑，不许耍小孩子脾气。马尚飞说的没错，我们这次出城是冒着生命危险，所以不光是你这些玩具，所有的行李都不许带。啊，连过冬的衣服都不许带？是，不能带。可是我担心。没有可是，多带一件行李就多一份危险和累赘。姐姐，我就带一样东西，一样就够了，就一样。一样都不行。姐姐，如果我们都走了，就剩下花姨的牌位留在这里，她没有人祭拜，会多可怜呀！姐姐，如果花姨没有人祭拜的话，她就会变成孤魂野鬼的。花姨以前那么照顾我，一直把我当成她的心肝宝贝，我不要花姨变成孤魂野鬼。冬晴，我觉得小少爷说的有道理。小少爷，你教我读书的时候告诉过我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我师娘给熊将军当娘子，这么多年也没下个蛋什么的。我估计他们熊家的列祖列宗到阴曹地府也不会饶过他的，肯定到处追杀他。那我师娘不就太惨了？活着没相父，死了还受气。你就让我这当徒弟的尽尽孝心，要不然我这师娘太累了。姐姐，我求求你了，那些吃的、喝的、玩的我都可以不要，但是花姨的牌位，你就让我带走吧。我从小就没了爹娘，从来也不知道我爹娘长什么样子。花姨一直把我当成她的心肝宝贝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让我把花姨带走吧，让我把娘带走吧，我求求你了啊！咱们带着花姨一起走。花姨对咱们大伙儿有情有义，可是我们再也没有机会报答她的恩情。咱们说好，以后无论遇到任何危险，咱们都不丢下花姨，好吗？